住伫安南区中溪路2段巷仔内这户小姓阿嬷，现在高龄88岁，甲着癌的后生住做伙，平常时靠着资源回收来维生。不过经过当地里长甲派出所主管反映，恐惊大量的回收物会影响到住户的安全，因此议长郭信良20号上午特别发动服务处的人员甲职工，以及市府环保局甲社会局人员前往协助。一方面帮助清除回收物，另外看是不是要协助阿嬷来安置。该户人家呢是属于长期艰困的社会边缘人因翁呢炸了贵用以后孩子呢一个在受刑一个长期的病痛也已经很严重所以就去派人顾社卫生定规个就是着咱317呢台中的那个案子呢，我们非常清楚。怕未来发生火灾的话，不知所措，所以向派出所来反映。那派出所也反映到服务处，那服务处就结合里长来做一致的志工。那社会局呢也非常的关心来处理这件事情，也想办法将来安置这个长者。但是长者呢放不下心，也不甘愿就此去安养院这个我们再劝导看看。一世人落落到近88岁囝佫现在艰苦，所以来做一个适当的环境的整理。服务处结合里办公室，还有一些的社团呢，按社会局这边来做将整个环境清理完毕，恢复一个清洁的地方。那也希望长者能够有一个好的去处。议长表示，小姓阿嬷因为年岁已经真悬，实在无适合搁再靠资源回收来维生。现场嘛有善心人士透过警方甲议长来捐赠5000块的资源回收金。未来社会局嘛将介入，看是毋是用得得到长期照护的服务，至少用得帮助阿嬷3顿无烦恼。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